宜兰的所有港是宜兰县头一个空气品质规划区，大只的柴油车拢得要排烟检查合格，才当出入港区，违法上当会当罚到6万块。县府表示会继续来提出申请，未来伫咧县内转运站拢会来做空气规划区来管制。 大货车进入所有港，爱经过辨识系统，车牌这资讯都会随着环保局的电脑跳出来。经过比对了后，确认大货车是不是有通过排烟检测，若这无通过，就会照控有法处罚，相关罚到6万块。那如果未有检验或者是未取得标章的车辆呢，我们后续会寄发那个通知单，请车主呢尽速 在时间内呢去完成检验。所有港去年元旦，都获县政府公告是宜兰头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，大型柴油车必须要有排烟检测合格，才当进入港区。另外，入去港内的船，除了要求离岸20海里爱减速到12节以下，港内还有设19座换电系统，公务船伫停的时阵爱全面使用换电。希望这个做法会当改善所有港的空气品质。 记者排队进入阳明交通大学病院园区，未来也会管制，因为当地敏感族群多。环保局提出阳明交大病院的空品区管制计划，已经得到中央核定，听候行政厅书完成了后，就会公告。到时阵进入园区的汽车，拢需要完成排烟定检。若是宜兰县各大转运站，未来原来规划纳入空品区的管制。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针对包含像转运站，或者是刚刚讲到的敏感族群，或是高污染地区，这个都是我们未来会朝向持续去划设空品维护区的方向。所以其实对于环保部分，它一定是未来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然我们就是乐见，然后也愿意就是当然要积极配合。每座转运站立管各都客运甲市区客运顶客运业者车排烟拢需要定检，客运业者对这个代志也真赞。 表示愿意积极配合，即摆车除了拢有照规定做排烟的定检，而且拢用6支环保车，也会规划甲客运陆续汰换做电动车，来降低废气的排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